祝咱兄姐大家平安。真欢喜，伫礼拜二个咱甲大家相见，做阵来敬拜上帝吼。今日虽然落雨，毋过这雨水对咱土地嘛有利益吼。中南部我相信即届欠水会解除吼。咱嘛感谢上帝照顾咱每一个人吼。咱即时下头来同心祈祷。阮天父爸，感谢你伫即个圣主日，你组织阮众信徒来到你的殿院，做阵来敬拜你。阮虽然伫外口有落雨，嘛有足侪会友伊的骹步往你的殿院来群活，求主你保守因每一个人。阮要开始今日礼拜，阮嘛恭敬将这今日的主日恭敬奉献伫主你的面头前，互阮每一个人对牧师正道中间，会当听见主你的旨意，行出你主的行为，荣耀主你的名。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全名。阿门。各位兄弟平安，咱做伙来团练今仔日要唱的诗歌。首先，咱献开圣诗252首，至大主宰你做的面。这首诗歌短歌词，咱大家这字嘛拢也真熟，所以我想咱就第1节到第6节，咱用练习的方式，咱自头甲唱到尾。请，至大主宰你做的面，要学乐感谢你。你圣行如民也要称赞，你名永更无限，因讲起你尊荣，谈论你大权能，主你所做世人就知，将权的到万代，愿那软弱跋倒的人，主被扶持听通，我那受人压制藐视，主要将因扶起，万民也目之尊你，就是你所加冕。主你那开成就的事，因就把将满意。主我上帝行最伟大，拢有公义做爱。人那诚实对主求恩，因要加因成功。应见的人主听因求，互因得到拯救。咱着对主学乐唱歌，称赞伊名无双。好，咱续来阁献开468首。
468首，万国万人拢有一摆。咱先唱第一节，先唱一遍。这条歌吼，第二节第二句歌词，真假善恶时常斗争，到底你徛倒一边，你我倒一边。这第二节第二句歌词特别在这个时代，感觉特别有感受。我想起一个故事，就是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阵，迄当初是美国的内战。林肯总统迄个当阵是北军的总领帅。迄个时阵有一个记者会，记者问伊讲：当恁两边咧战争的时阵，南军咧祈祷讲：上帝啊，求你徛在阮这边，保护我，互阮战赢。啊，恁北军咧作战的时阵嘛讲：上帝啊，求你保护阮，徛阮这边，互阮战赢。安尼，上帝到底应该徛倒一边啦？恁两边拢咧求上帝徛伫迄边。林肯总统回应伊讲：若是我毋是安尼祈祷，我的祈祷是上帝啊，求你互我徛伫迄边。我毋是求上帝徛我这边，我是求上帝互我徛伫伊迄边。我感觉这是真有智慧的一种祈祷，特别是在咱的这个时代。世界战争一直在发生。2年前，俄罗斯甲乌克兰战争发生到今还未结束。半年前，哈马斯攻击以色列。在2礼拜前，咱咧做礼拜的时阵，伊朗有发射300粒的飞弹来攻击以色列。所以战争一直在发生的时阵，有真侪代志，毋是敢若是政见顶悬的无共尔。有明明白白的邪恶在内底，亲像哈马斯这种恐怖组织咧攻击以色列共款。咱若面对着共产主义的政权的威胁，共款有明明白白的邪恶在内底。这个时阵，咱咧学林肯总统的这种有智慧的祈祷，求上帝，互咱徛在上帝迄边。咱搁做伙。来吟这首歌，咱自第1节吟到第3节结束。万国万人拢有一摆，我心归主心间。真假善恶时常斗争，到底你我都一边。阮大目标着用心立志，定力行动也随便。你所竞选，
胜利，勇敢的人竞选真理，小大的人相比，情所固绝好的信仰，到尾情人为异乡。虽然罪恶暂时中行，到尾真理稳得胜。虽有当行罪与分野，也是得为受吞担。这有可做的因将来的遥远美的世界。上帝徛伫你我身边，保守看顾伊行哩。来，请备办心来进行今仔日的礼拜。来啊，咱着耶和华唱歌，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地深的所在伫伊的手中，山悬的山尖也属伫伊。洋海属伫伊，是伊创造的；大地也是伊的手造成的。来啊，咱着鞠躬敬拜，跪落伫伊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养饲的百姓，是伊手下的羊。这是咱做伙来用圣诗，圣诗第252首。圣诗第252首，至大主宰你做的物。
至大主宰，你做的物，要学老感谢你。你圣囝、圣子民，也要称赞你，名荣光无限。圣诗第252首，请起立演全首。至大主宰，你做的物，要学老感谢你。星星主名也要称赞，你名荣光无限。因光起你国度尊荣，大伦理大权能，主你所做世人就在，掌权的到万代，患难乱流跋倒的人，主要扶持疼痛，患难受人这藐视，主要将因扶起。万民也我只做不理，照是你属家名。主你若开成就的事，主我上帝行做伟大，拢有公义主爱。咱若心实对主求恩，伊要甲因称分。敬虔的良主听因求，互因得着拯救。咱对主学老唱歌，称赞伊名无双。请坐。这是咱做伙来用主读圣经、书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陵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免。启应，这是咱做伙来看启应文第2篇。启应文第2篇，也就是诗篇第1篇。启应文的信息的上后壁，显着咱做伙来启应。启应文第2篇，无趁歹人的计谋，无坐亵渎者的位。伊爱无上主的律法，伊亲像果子树栽伫溪边，叶嘛袂打去。歹人就毋是安尼，所以审判的时，
歹人会互上帝算笑。因为义人的道路有上主伫看顾。这是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阮满心感谢你，感谢你保守阮过去一个礼拜的平安，互阮不管伫任何所在，拢有你的同在。主啊，阮是罪人，是耶稣流宝血洗清阮的罪过。阮要时常警醒家己，毋通袂记你的教示，常常思考你的话语，行伫合你心意的路上。主啊，这时阮也要为着台湾的社会、经济、政治、各方安全，有上帝稳定甲保守来祈祷，互阮透过信心甲行为，伫阮的生活面顶，为着国家、为着主来做美好的见证。主啊，阮也要为着教会身体有病痛的兄弟姊妹来代祷。求主医治的大权能临到因的身上，也扶持软弱的人。求主加添气力，伫照顾的人的身上，互因袂因为困难来软弱，等到因为上帝得到搁较侪稳定甲自爱。求主医治甲带领。主啊，阮为着家己的信仰来祈祷，求主互阮伫生活中持守对上帝的信心来跟对耶稣，伫教会建筑合你心意的事工，伫信仰面顶，伫生活中来成长。主啊，求你互阮哪来哪亲近你，哪来哪亲像你，就亲像小尼共款，心中独独，干那要追求你的话语，来亲近你，放下一切负担，放下一切操烦，因为主，你是独一的真神。主啊，阮也要为着4月3号伫花莲地区发生的地动来祈祷。到即马嘛是阁有足侪地动伫发生，互足侪所在，互足侪地区发生足侪危险甲灾厄。求主保守台湾，赐下平安，互正百姓。求你拄起阮的操烦甲惊吓，互阮因为你不再惊吓，不再烦恼，因为主甲阮伫地。主啊，阮将一切的代志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主听阮的祈祷，求主互阮有信心。因为你甲阮同在，阮将今仔日礼拜恭敬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主从头到尾的带领。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求，阿门。只是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彼得前书》第4章第1节到第8节。
彼得前书第4章第1节到第8节，第新约的部分269页。彼得前书第4章第1节，但基督既然伫肉体受苦，就恁也着用这号心志做正气，因为已经伫肉体受苦的有够侪煞，直到恁即粒以后。伫肉体野活的时日，无趁人的私欲，是趁上帝的旨意。因为以前的日，恁趁外邦人的意爱，行伫社淫、私欲、酒醉、放枪、宴乐，甲遮个逆法拜偶像的事，时已经到遐啦。第4节，当恁毋甲因走到伫边边放荡的日头，因就为着安尼奇怪来诽谤，因要对迄个便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来家己排列，因为福音也捌传互死人，是要互因伫肉体照人受审判，伫神照上帝为活。若是万事的结局近啦，所以着自在节节来祈祷。摕伊要紧，大家着切切三听，因为听是也堪做罪过。圣经读到遮，献诗，请圣歌队来献诗。因要献诗的歌曲是《我主是我的光》。我
讲道的题目是将局审判台。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互阮伫即清早时做伙来领受上帝的信息。咱做伙开始之前，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的主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伫礼拜即个透早，你赏赐阮会当来到遮听你的话语。求你看顾保守，互阮每一个讲的甲听的拢得到利益。安尼祈祷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免。各位兄弟姊妹，毋知大家我之前有看过一个迄个韩剧，叫做《恶魔法官》，毋知影大家有看过？即个男主角真缘投，所以我着甲看。伫即个内底，伊演的是即个法官，伊用手机仔来互每一个韩国的国民有投票的权利。即个投票是要来审判犯人的刑罚的。伫即个戏剧内底吼，内底出现侪真可恶的犯人。中间有一个歹心的即个工厂吼，伊排放有毒的即个废水，入去到一个社区，滴到即个社区内底的人，侪人破病，侪人死亡。所以，即个事件引起整个韩国国民的即个情绪，滴到伊伫即个审判的时阵，伫即个戏剧内底，即个法官伊透过即个手机啊，互全国的人民来投票，看要判即个负责人爱判偌久的刑。大家敢知影判偌久？判235冬。即个判刑，当然这拢戏剧啦吼，大家这是戏剧。伫即个判刑内底，伊得到整个韩国的国民大大的支持。但是咱来想看觅，即款评判是非善恶的方式，敢好？透过整个普世价值观来评判善恶，就是真实的一个公义吗？就是实现一个真实的公义吗？过去大家拢认为同性结婚是袂使的，但是现在侪侪个国家，甚至是台湾，拢认为这是会使的。即个台湾的法律拢是同意即件代志的。所以伫即件事顶面，咱会当看见啥物？人咧评判善恶、好歹的价值观，会因为时间。因为经验，也是讲环境的变化，会滴到无共款。若是安尼，到底啥物才是真实袂改变的公义？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咱看到彼得伊咧牧养伊的羊群，伊所写即张批信，嘛清楚来记载讲，伫最后的一个结局，会有一个真大的审判，就是上公义的即个上主伊要所带来的。这个审判是审判活人甲死人的，就是永远也是真实的一个审判。这个审判对伫信的人来讲，是一个终局的一个毋望；但是对伫无信的人来讲咧，却是一个极大的惊吓。为什么彼得要伫迄个时阵来教导遮个信息互伊牧养的人咧？因为伫咧迄阵，遮个基督徒当来面对着罗马皇帝迄个尼禄。伊的迫害，迄时的基督徒毋但是受到政府的迫害尔，犹太教遮个宗教的遮个群体嘛咧迫害因，甚至是整个社会拢充满伫希腊甲罗马的即个价值观甲文化背景内底有侪的冲突。
当遮的基督徒相信基督信仰的时阵，伊嘛会随遭受到厝内甲厝内价值观的冲突，甲无共款。所以伫遮嘛会当知影讲，迄当时的基督徒根本就是讲是社会一群边缘人，也是讲是住伫一个孤岛顶面的一群人。所以彼得就是伫即款的处境中间，要来鼓励，要来提醒，来坚固因遮的信徒因的信心，嘛叫因爱警醒。所以伫迄时受到彼得即个批的人其实侪侪，因为迄当时的即种批信拢是安尼传到逐教会安尼。即个批信传到无共所在的基督徒的群体内底，即个群体内底有犹太教的人信基督徒的，真做基督徒的。遮个人嘛有是较侪是即种外邦人，甚至是属伫即个社会阶层较低，比如讲是奴仆，也是讲迄当时侪的富人人、囡仔遮个群体。所以彼得伫迄个中间，伊毋若是要甲因讲起即个审判所带来的毋望，另外更加要来劝勉的，就是讲希望遮初信第一代的基督徒，因来脱离过去犯罪、罪恶的生活的方式，就是爱来重新思考，当咱穿起耶稣基督的新的即个性命的时阵，什么款的生活方式才是上主伊所欢喜的？即时阵要来问一个问题，恁伫心来回答就好。恁认为恁伫一生的年日内底，咱敢有犯过罪？咱伫一生的年日内底，咱敢有犯过罪？互恁30秒的时间，应该免遮久啦。即个问题，我真实的要问的是啥物？我要真实要问的是，伫思考的过程中间，恁是用啥物款的标准来评判咱敢有犯罪？是用上主的标准来评判，还是用世间的法律法来评判？若是安尼，咱就会发现，伫即中间，咱就会发现讲，若是要用世界的法律来评判的话，可能咱拢毋是真做偌大犯罪的人。但是，若是用上主的标准来看咧，可能咱就是犯罪，咱就是不义的人。毋知影大家敢有认同？若是要照着上主的标准，真做一个公义，甚至是讲义人，是一个真困难完成的代志。就亲像保罗伫咧罗马人书所讲的，伊讲啥？伊讲我知伫我的本性内面无良善，我有最好的意愿，毋过无最好的气力。所以还好，我无去做；无以外的歹，我颠倒去做。这嘛甲彼得伫咧即章内底，即个批信内底要来教导的真相像。伊清楚知影讲，要叫遮初信的基督徒，要随改变进入到基督徒信仰的即款生活，是真困难的。但是伊嘛是伫即过程中来鼓励因讲，伊知影讲，每一个人其实拢无任何行善的气力。只有靠着耶稣基督受钉死，搁我所带来这种救赎的恩典，咱才有法度透过圣神的帮助，来活出合伫上帝心意的生活内底。所以第一个就强调讲，主耶稣安那基督受苦的时，并且伊要鼓励伊的会友学习耶稣基督，透过耶稣的性命来学习要安怎拒绝过去即款的生活方式，即款的拒绝，就亲像伫咧肉体甲欲望顶面来受苦共款，但是是爱去基督耶稣会受苦的款式。所以即款的教导，其实后来伫咧神学家奥古斯丁甲加里文，伊嘛拢有将遮的教导甲思想来整理出来。因拢认为吼，伫亚当以后的人类，其实并无完全的自由意志。因为咱已经受到原罪的捆绑，也就是讲，人犯罪了后，意志就互罪来赢过，也因为安尼，人就失去自由。所以奥古斯丁伊认为吼，上主咧创造人类的时，人是完整的，是无瑕疵的。迄时的亚当甲夏娃，
因有选择无爱犯罪的权利，因有选择无爱犯罪的权利。这就是真实的自由的意义。就是当人真做罪的努力的时，就是咱失去稳定、失去上帝形象的时。所以咱敢若会当用家己的方式来爱这个世界，也因为安尼自由意志的选择，到最后一尽拢是罪恶。这就亲像多马斯吼，多马斯就是写《神学大全》迄个圣多马斯，伊嘛有讲，伊讲咱的意志就称作是啥物？一个选择的能力啦，就是讲理智甲欲望掺做伙的一个结果。总是欲望时常会安怎赢过理智，但是耶稣以退缩的这个稳定，互咱定心渴望追求真理，无搁追求肉体的欲望的满足。这款的稳定，咱嘛会当来讲做是圣神，因为圣神互人定心有一个迫切要来追求真理上主的心。互人会当来挖靠圣神的气力，有一个选择至善的能力。所以讲遮济吼，大家敢有困去啊？未，真好。讲遮济可能伤复杂啦吼。我伫网络顶面有看到一个影片，伊应该会当来甲大家分享讲，这到底是啥物意思？我今仔有传一支吼，我今仔毋是要唱歌啦，我唱歌足歹听。恁看哦。我若是安尼弹吉他，安尼好无？好无？啊，毋过安尼有自由无？自由啊，这是我的自由，对毋对？啊，毋过吼，我若是要安尼弹咧，安尼弹敢会使？安尼会使袂？啊，毋过这嘛是我的自由啊，对毋对？但是你若讲吼好啦，今仔团队，我想要听你弹一首好听的诗歌吼，啊，我开始安尼弹，是物就开始有一寡旋律出来啊，对毋对？啊，毋过若讲要弹好听，我会甲你讲，无啦，我无遮厉害啦，迄个陈勋较厉害。所以伫即中间，我会讲，其实伫咧弹好听的诗歌顶面，我是无自由的呢。我若要黑白弹，我有自由无？有啊，我会当咧倒边弹、摕咧弹，我拢有自由啊。但是你若今仔讲叫我弹一首好听的诗歌，敢有法度？无法度啊！我爱透过啥物？我爱透过学习啊！我爱学习，我爱学习即个乐理的即个规则，我爱学习讲要怎样来摕吉他，要怎样来弹和弦。安尼，我才有法度有一天安怎摕吉他来弹一个美好的诗歌来敬拜上帝，对毋对？所以伫即件代志，咱敢有发现，其实若要黑白弹，若要造成性命的混乱，也是讲军队心内的即个需要的时阵，咱是足自由的呢。但是，若要照一个规矩来行的时阵，若是要行好的时阵，咱是有受到限制的。所以，敢有可能真实的自由，伊是伫一定的限制内底才会发生的？敢有可能其实伫一定的限制中间，咱才有法度来得到真实的自由？就亲像咱伫咧即个信仰内底，咱到底是自由还是无自由的？传道有讲吼。照着上帝公义来行，要成做一个义人，足困难的呢。啊，但是有时阵，若是照着上帝生活方式来生活的时阵，咱嘛是怎啊？是自由、是有平安、是喜乐的呢。所以，敢有可能真正伫即个限制内底，咱才有法度完成恁生命中间真实的自由。所以，透过即个解说，咱会当知影讲吼，其实有时阵，咱真正无完全行好的即个气力甲能力，所以伫即个中间，咱嘛发现讲，真实的自由，并毋是咱想要做啥物拢会当做，毋若是安尼。更加较重要的是啥物？咱无想要做的，咱会使无爱做，这才是真实的自由啊！这就是上帝原本创造人类的时阵的一个模样，就是咱有犯罪的自由，但是咱每一天拢围绕伫上帝的稳定甲疼痛内底
咱无想要去犯罪，咱无需要去犯罪。这就是一个真实的自由，这就是迄当时阿当甲夏娃因所生活的这个处境。所以到底啥物是犯罪吼？其实伫一开始，人要用家己的价值观来评判是非善恶的时阵，人类就开始脱离公义，脱离上主，因为上主就是公义嘛吼。所以罪就是无用上主的标准来评判善恶。所以若是搁要较严格来讲，今仔来教大家一个希腊文。虽然我希腊文是低空飞过的，啊，毋过即个我会晓念。来，大家念看阿玛提亚要安怎念？即个罪吼，希腊文内底的罪叫做阿玛提亚，吼，阿玛提亚就是阿玛提亚啦吼。伫即个原文内底，足详细来讲啥物？罪就是啥物？没有射中红心，就是犯罪，也就是讲，伫咧迄个红心外面呢，就是啥物？就是罪啦。所以意思是啥物？若是无伫上帝的公义内底，其他的所在，你就是犯罪。你若无伫上帝内面，你就是犯罪。安尼有清楚无？我已经真尽力吼，想要甲即个罪来讲互清楚，啊，是为着要互大家来了解，就是啥物？咱真正无完全的自由意志啦，因为咱真正无行好会亏咱。毋知影大家敢有即款的经验？伫咧疫情的时阵吼，可能有欠喙安嘛吼。看到明明有人咧欠喙暗啊，结果你家己想讲，袂使呢，我家己嘛爱欠一个，因为我毋知影即个疫情的偌久的时间，这可能是自私。可能有时阵，咱伫网络顶面有侪的试探，咱无说你就进入到即个试探内底。甚至有时阵，明明咱知影做即下的代志是造成疼咱的人的伤害，总是咱又愿去做。咱伫遮个代志中间，咱会发现讲，咱真正无真实的即个自由，咱真正是受到罪的捆绑的人。若是安尼，咱到底要安怎来得到讨放？咱要安怎来得到真实的自由？伫今仔日即个经文内底，彼得讲吼，浪费光阴所做未信者所做爱做的代志，拢莫阁做啊！但是因为安尼受到诽谤、受到攻击，总是咱着期待将来的审判。对遐拒绝莫相信、无爱相信的人来，对遐拒绝遮个代志的人，对遐无爱相信的人来讲，即个审判是啥物？是惊吓呢？但是对咱来讲，对每一个相信的人来讲，算是一个平安甲毋茫，对毋对？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咱爱备办心哦。伫即个世代吼，基督徒会遇到侪即个世代的攻击。无论是伫政治顶面，可能互人打标签吼，也是讲伫一寡议题、社会议题内底，咱受到攻击。伫咧即个末世的即个世代，基督徒会受到对敌的攻击，迄是一个值得欢喜的代志呢。因为彼得前书4章14节又讲啥物？恁若为基督的名受凌辱，恁真有福气，因为有上帝荣光的神踮伫恁身上。上帝荣光的神踮伫咱的身上，迄个神是啥物？就是圣神啊！因为安尼，咱知影，咱可能愈来愈属灵吼，咱就愈有可能来受到攻击。大家敢有准备好啊？有吼，敢有？无要紧，恁等于想看觅。但是耶稣的疼，其实嘛会伫即中间，安怎？透过圣神进入咱的内心。去引导即个社会中间的中间选民啦吼，即个中间选民是啥物？就是毋是对敌的，啊，毋过伫遐咧，因可能因的生活中间有侪的欠缺，有侪的空虚，也是有受伤。咱基督信仰的疼，上帝的疼，即个圣神就会去引遮的人进入到咱的中间，做伙来领受即款的疼，甲生活的方式。所以咱会发现讲，虽然咱无法度靠家己来行出公义上帝要爱的即种至善，但是咱会当透过圣神的引带，咱就会当愈来愈近我即个上帝的标准。
一直到有一天，当咱进入到即个终局的即个审判台台前的时阵，咱就安那好大进前去上帝施恩的宝座前，然后用来领受伊所予咱的怜悯、甲稳定、甲疼。咱嘛会当伫即个疼内底安怎无惊吓。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咱使徒圣经中间所编写即段，伊连接伫即个耶稣坐伫上帝的大边，伊就是要来表示讲，耶稣基督退休的恩典已经成做后壁即个审判的啥物亚坎，也就是讲，成做即个审判的毋望。咱有一天拢会面对着即个针对活人甲死人的审判，就是全人类的审判。但是即个信，即个审判是互遐无信的人可能会惊吓，但是互咱遮信的人是得到平安甲毋望。有的人可能会对今仔日的经文的50到60吼，伊有小可无明白的所在，认为讲耶稣是毋是有去甲死去的人传福音嘛？今仔经文有讲到吼，讲到耶稣，也是讲，甚至连我较早我嘛是想讲，可能上帝有去甲遮个过去死去的人，也是讲，咱敢有想过讲，有的人还未听到福音就过身，要安怎？也是讲伫旧约内底遮遐圣徒，明明嘛无经历到耶稣基督的退休的恩典啊，安尼因敢有得救？对不对？所以我嘛想讲，可能是即款的解说。总是当我咧查考的时候，我发现伊即章内底所指的是啥物？伊所讲的是，迄当时受到压迫，然后来顺道遮的迄个信徒，就是遮为着信仰来失去性命的人。伊咧讲的是讲，遮的人伊虽然受到即个世间的审判，地到来去死，但是因伫因的灵内底是亲像上帝安尼共款活的。所以伊嘛是搁一摆要来强调、来坚固遮个信徒的信心，就是讲，咱着勇敢伫即个受压迫的世代，做伙来坚固跑走信仰的道路。虽然会有受危险，甚至会死亡，但是咱着爱来坚固、来跑走即条道路。所以最后伊讲的是啥物？伊讲着咱着爱敬信祈祷，上要紧的是啥物？着切切爱彼此相疼，因为疼会压砍真多的罪过。一礼拜我去参加迄个世界展望会一个有关青少年世代的一个论坛会吼。伫中间有一个牧者的分享，互我印象真深。伊就讲，到底伫咧做青少年事工内底上重要的是啥物？伊咧讲吼，因为青少年事工有时阵三档因就离开啊。你要甲教啥，亲像拢真困难。但是伊发现吼，教祈祷上有效。因为伫即3档的时间，只要教好伊祈祷，虽然伊会离开即个受到牧养的所在，但是伊会透过祈祷时刻来领受上帝的引带，领受圣神的引带。所以咱嘛会当来想想讲，所以彼得伊可能嘛伫即中间真正来教导遮的人讲，恁真正爱来祈祷，因为祈祷才是互恁会当活出即个信仰，坚固恁信心，带来平安喜乐的一个源头。过来就是啥？爱切切的彼此相疼吼，因为疼会压砍真多的罪过。各位兄弟姊妹，即件代志是彼得伊亲身的经验。透过今仔日即个经文，咱会当来思考，彼得进前是安怎？伊3摆无认主，对毋对？伫咧彼得耶稣受掠的迄时，彼得伊并无用受苦的耶稣基督来装备家己。我阁讲一解，伫耶稣受掠的迄时，彼得伊并无用受苦的耶稣基督的性命来装备好家己，所以地到伊安怎？伊来反背耶稣，伊来否认，伊来无认耶稣，伊3摆无认主，这是伊一生的遗憾，嘛是一生上见效的代志。总是咱会当看见耶稣伫后来，伊3摆安怎？讲彼得，你敢有听我？彼得，你敢有听我？彼得，你敢有听我？这一摆搁一摆的问，就是听搁一摆搁一摆的要来压砍伫咧彼得心内上深的见效，上深的伤。耶稣愿意伊一摆搁一摆会用伊的听来压砍咱每一个人心中的见效，
咱心中每一个空喙。透过咱彼此相听甲陪伴，透过圣神的工作，咱的性命会因为上帝得到全然的医治甲头放。即款的医治，毋是安尼祈祷一个随好开，是一摆，搁一摆，搁一摆。当咱将咱见效的代志、艰苦的代志，透过祈祷放伫圣神的中间的时，耶稣会听到一摆搁一摆医治咱。所以讲遮济，基督徒到底有自由意志无？我认为是无啦。但是当咱选择要来跟对耶稣做耶稣的门徒的时，咱就应该爱将咱全然所有的自由的意志的主权交伫耶稣基督的手中。所以今仔日的经文的作者彼得甲咱同款，伊有软弱，有犯罪，甚至有反背耶稣。总是耶稣基督会听，将伊对见效、对受伤中间，甚至是对惊吓中间来甲找回来。彼得用伊的性命的见证来劝勉伊所牧养的这羊群。这嘛亲像耶稣要甲咱讲啥物？就是虽望咱已经伫罪的顶面已经失去自由，但是这嘛是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就是恁敢有愿意将恁的意志完全来交予耶稣？恁敢有愿意时刻来警醒、来祈祷、来顺探伫咧圣神的引带，而且切切的彼此相听？安尼恁就会带着听甲平安，来到终局的即个审判台的头前。所领受的，就无过是惊吓、刑罚，你是永远我的性命。永远的平安，永远的喜乐，咱做伙来祈祷。公义的上主，嘛是听阮的上主。阮感谢你，伫你的公义的背后，有你的听，时刻来压砍阮每一个人的性命。阮性命中间的软弱、见笑、伤痕，甚至是每一滴目屎，伊拢知影。愿阮当阮每一摆犯罪的时阵，将阮的罪带到你的面前的时，求你用你的恩典、你的疼，将阮来找回来，来医治阮，来投放阮，莫阁受到罪的捆绑，互阮真实伫你的疼内底活出一个真实、自由、快乐、有毋茫的人生。阮将每一位兄弟姊妹的性命，甲因的信仰的生活，拢仰望伫主你的手中。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信息，这是咱做伙来唱回应的诗歌。信息第468首，信息468首，万国万人拢有一摆，万国万人拢有一摆，决心归主是应该，真假善恶时常斗争，到底你我倒一边？阮大目标定心日子，定力行通啊衰微。你所竞选，赶紧决定，要点黑暗啊光明。信息第468首，请起立用全手。是应该。
请坐。这是咱备班新的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心甘心乐意的。若是你阁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咱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请坐。这是我来报告。伫报告的大声，咱先做伙来看、来读即礼拜的经句。咱做伙来读2摆。请，伫听的内面无惊吓，多多招庄的听，赶出惊吓，因为惊吓就有刑罚。既若惊吓的，伫听袂有招庄。约翰一书第4章18节。伫听的内面无惊吓，多多招庄的听，赶出惊吓，因为惊吓就有刑罚。既若惊吓的，伫有招庄。约翰一书第4章18节。后周的圣工分担，领唱是蔡杰欢老师，司礼是柯关成长老。司琴是张信邦兄弟，献诗是信歌队，司献是郭金敦执事、谢义宏执事，交代是郭金敦执事跟张世兴弟兄，音控是周明雄执事甲张信群兄弟。拜三的查经祈祷会，主理是柯牧师，司会是赵一乐长老。主日礼拜，主理是柯牧师，经文、题目、启文甲信息，拢伫周报面顶，咱会当登去，家己来看，来家己来准备。
咱现到周杯第6页，教界消息报告。第1点，运动做伙来。教会要伫5月26号下晡1点到4点，伫文山特殊教育学校的体育馆要举办文山全民的运动会。活动的内容有趣味竞赛、大队接力甲竹排球。咱邀请兄弟姊妹做伙来报名甲参与。请新宇技术来补充一寡较细节部分。兄弟大家平安。要邀请大家伫5月26号的下晡，咱来做伙运动。即个运动是足轻松的，毋免烦恼会足忝的。也是讲你年岁较大，也是年岁较细，袂当做伙来运动。所以我简单来介绍一个咱即摆的运动会要做啥物内容。好时间甲地点的部分，拄则前轮技师已经有报告。下一页。好，咱先来看一个场地的部分是室内的，有冷气。所以毋免惊热，会流汗的拢会当来参加，袂流汗的会当来吹冷气，好，下一张。伫趣味竞赛的部分咱已经有准备几项的项目，包括迄个滚大球，有看到相片无？就是一个大球推大球安尼，筋斗长辈迄个筷子压到足好诶，拢会当筋斗筋较顺。吼乒乓球水上漂是用分的，对，就是有杯有乒乓球用分的。最后一个是跳绳，跳绳毋是家己跳尔，是全队的人做伙跳。看会当跳几下啦，嘿，好过来是大队接力的部分。大队接力呢，毋是少年人才会当参加就是有年岁较细年岁较大的，我会为迄个年岁来分组，所以每一组拢有年岁较大的甲年岁较细所以咧要比啥物？比你若是你年岁较大的，比行较紧的，吼年岁较细可能就是走较紧的，吼，所以毋免惊讲拢是要用走的喘袂过那对，吼即个大家较无熟就是卡排球，即个卡排球就是迄个有网的卡球。有网歹势，毋是网嘛是有网我知啦。有网的骹球，网吼有看到相片，伊有一个迄个场嘛，中有一个网对下一张有一个影片，大家会当看用啥物的方式来完成？用脚还是用头？ Let's go, let's go. 그렇지. 와하. 좋아. 하나 헤딩 맞고. 헤딩 맞고 공격 한번 시원하게 들어가자. 찍어. 오케이. 소민아. 그렇지. 오케이. 소민아. 그렇지. 오케이. 소민아 발. 천천히. 소민아 발. 그렇지. 소민아 발. 좋아. 와, 소민이 무릎으로. 좋아. 지웅이 앞에 좋아. 소민이 한번 기회 줘라. 소민이 한번 기회 줘라. 소민아. 머리. 발. 就是真趣味啦，无要比迄个技术较好，因为大家拢袂晓，就是好耍，就用脚还是用头来拍球。
对，所以即是要邀请大家拢会当到1楼来填写迄个报名表，啊，哪侪人来就哪好耍哪趣味，啊嘛希望伫教会内底，毋敢是团契咧聚会，嘛是有教会全体的运动的时间，会当交流，会当交谊，安尼。好，多谢。听起来真趣味哦，大家当踊跃来报名参与。无一定是因为运动，无一定是真激动，还是激烈，变怎讲，就是，就是毋是，只要是人会喘气，就当运动。运动有即个形式的，所以邀请大家来踊跃来报名。第2点，儿童主日学开会通知。本主日下晡1点，伫地下1楼来开会，请同工来开会。后主日5月5号透早11点，伫地下1楼开会，请分班老师来派一名来参加。第3，礼拜组开会通知，2024年度的礼拜组第2届开会，定伫本主日暗时8点伫线顶开会。第4，中职会开会的通知，后主日礼拜5月5号中昼12点30分召开中职会，请中职出席参与。第5，恭喜5月份的寿星。伫周杯第8夜有5月份的寿星，祝因生日快乐。咱这是要为着5月份生日的兄弟姊妹来唱生日快乐歌，以及要甲因祝福。来，我看到在场侪5月份生日的兄弟，请你起立好无？来，先起立，咱来唱生日快乐歌，咱唱2届。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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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较紧的哦！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咱同心为着5月份生日的兄弟，咱来祈祷。全能的上帝，感谢你，你赏赐兄弟姊妹，我当组织做伙，享受伫主你听的团契内面。这时刻要为着5月份生日的兄弟来你祈祷，恳求上帝你祝福伫因的身躯顶，伫因的工作，伫因的生活，伫因的学习，拢有主满满稳定的同在，保守因有平安，有喜乐。互因的一生，拢会当伫主为因备办的道路顶面向前来跑走。愿主祝福因，互因领受加倍稳定、加倍的疼痛。愿将因甲因所有的亲人，拢仰望伫主你的手中。愿主亲身看顾因带，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甲因讲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请坐。教界集体交通甲教界消息，咱会当家己来看。今仔日有新的朋友，请冥想指示。好，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今仔日咱教会有一位新来的，他叫做张永琪先生。麻烦你站起来，我们认识一下。他坐在我的请坐。不过他蛮厉害的，因为他没有经过人家介绍，他是经过 Google Map 找到我们教会的。这是我伫教台第一摆看到。好，欢迎你。欢迎，就不用再 Google 比其他教会了，就来这边就可以了。欢迎你。好，这是咱做伙来互相来请安平安礼。
稣，因为耶稣。这是咱来营刷表面的信息，信息第398首，信息398首，愿咱救主基督耶稣，因是刷，请无事祝祷。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祝福，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带来5万甲救赎，信神的扶持甲帮赞，甲恁众人伫地对这点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默祷，散会。
要到最后电乐结束你才讲座，所以变成你要到电乐结束才是结束。好，好。